是不是5个6啊？对啊，是5个6。你很喜欢玩那个大话石吗？喜欢啊。你有养那个小动物吗？有养了一个小猫咪。那你喜欢狗还是喜欢猫呢？我喜欢你。嗱，今次介紹呢個水會喺老街站㗎，咁啊地圖話俾你聽呢係 E 出口，不過呢教大家由 D 出口行呢就唔使行樓梯啊，有電梯。出咗商場之後呢，轉右邊一路直行啦，大概行30秒左右呢，你要見到新安全健康會所㗎啦。咁啊行前多2步呢，你會見到佢嘅價目表㗎，咁啊明碼實價㗎。咁我哋行入去啦，咁啊行入去左邊呢係有部 lift 嘅，入 lift 撳6字樓啦，一出 lift 呢就見到新安全養生會所㗎啦。咁我哋喺更衣室睇下先啦，咁啊幾企理嘅，咁啊環境唔算話好大，咁啲 locker 咧都唔算少喎。呢度係提供一次性嘅衫嘅，咁啊都乾淨衞生嘅，零6間都好多嘅，設備都幾企理乾淨。另外咧亦都有提供到剃鬚刀啊、牙刷啊呢啲啦。咁我哋出大堂睇下先，咁啊大堂咧每個座位都好闊落嘅，咁但係咧都係啦，咁啊佢都冇一個嘅獨立嘅電視機啦，咁啊得一個大嘅 projector。不過咧就嚟世界盃啦，喺度睇波咧都幾有氣氛。場內亦都提供唔同嘅飲品㗎，有中裝嘅汽水啊、水啊，同埋一啲包裝嘅茶類等等。咁另外咧有啲小食嘅糖啊、餅乾啊，咁啊係睇下下面咧馬仔都有嘅。咁另外咧如果你肚餓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叫佢免費整一個麵俾你，不過佢啲係杯麵嚟嘅。咁我哋入房間睇下啦，咁呢個房間咧就係雙人床啦，但係冇窗嘅。咁我哋睇睇另一個房間，咁呢個房間咧就係單人床啦，咁啊泰式床啊大張啲嘅，同埋做港式推油嘅話咧就會比較適合啲嘅。咁我哋睇睇另一個房間，嗱呢個房間係再大少少，就有窗嘅，咁啊都係雙人房間啦。咁同你朋友一齊嚟按摩揼骨之後咧，可以一齊喺度房間過夜添㗎。咁啊喺走廊見到一位技師唔錯嘅，即刻叫佢入嚟先。你好，我是5個6。是不是5個6啊？對啊，是5個6。你很喜歡玩那個大話石嗎？喜歡啊。你是自己來還是跟朋友一起來？自己來的。這個力量可以嗎？會不會太重？可以啊。嗱5條6咧細細粒啦，都幾溫柔嘅，力度適中，同埋咧最緊要皮膚夠白滑啊嘛。另外咧，其實佢睇落咧真係有啲似明星相，咁大家覺得佢似邊個明星咧？下面留言可以一齊討論一下㗎。咁啊，試完5條6之後，不如試4個6啦，係啦。咁啊4個6嘅質素又如何咧？睇埋落去啦。你是4個6嗎？對啊。那個剛好是你自己選的嗎？哦，對。因為剛才那個是5個6啊。我不知道耶。你在這邊工作了多久啊1個月啊。1個月了嗎？對。哇，我看到你很多紋身了。對啊，你很喜歡紋身嗎？不是啊，當時買車的時候紋的，我覺得很酷。痛不痛啊？不痛。不痛嗎？那你平常喜歡吃什麼？辣椒。辣椒？對啊。你是四川人嗎？湖南。湖南。都喜歡吃螺螄粉嗎？還好吧。很多湖南的都喜歡吃螺螄粉哦。廣西人才喜歡。是嗎？對啊。寶貝，你是哪裡的？我是香港人啊。那你們香港人應該不能吃辣椒吧？對啊，吃辣椒呢會屎忽窿很痛啊。會來大陸這邊其他的城市去玩嗎？對啊，去一些會所啊，按摩咯。沒有去過別的城市啊？有沒有去過湖南？沒有啊。可以去玩一下啊。湖南有什麼玩啊？張家界。哦，那個。因為我就住在那附近。真的嗎？對啊。那個風景很漂亮啊。阿凡達的取景處啊，你不知道嗎？知道啊。4條6咧個技師就後生啲，咁啊睇落去咧應該都係00後噶啦。咁啊見到佢咧皮膚都好白啦，同埋咧力度咧比頭先嘅5條6咧更加大力啲嘅，同埋咧身材仲要好啲添。再嚟多件呢個咧經理就話咧有御姐嘅感覺。4個0嗎？對。那你在這邊工作多久啊？1個多月啦。你是00後嗎？是的。零幾啊？01年。對。有一條狗啦，對，它分開了3天，變成了狗肉。不是啊，是變成了狗狗狗。好像好好聽哦，叫的。有養這個小動物嗎？那你喜歡狗還是喜歡貓啦？我比較喜歡你。你覺得我像一頭狗嗎？不，沒有。
舒服吧？舒服啊！嗱，呢個4個0咧都幾好傾噶，同埋咧都幾講得笑，幾玩得嘅。經理話佢似御姐型啊，但係我咁睇落去咧都係00後啦，對我嚟講咧都係妹妹嚟嘅啫。3個大家先兄們又會喜歡邊個呢？下面留言一齊討論下啦。咁但係仲未完噶喎，因為咧我哋做呢個全身按摩咧60分鐘嘅推油項目咧，係可以用69蚊咧送大堂項目噶喎，有足浴啦、頭肩頸啦同埋收腳噶。近排係行得多，隻腳又痛痛地，喺度做多個大堂按一按腳，按埋先走啦。嗱，呢個按腳就50分鐘啊，69蚊啊，都幾抵玩噶。咁你見到咧師傅咧按得都幾好噶，同埋你見到佢力度適中啦。不過唯一咧我真係唔記得咗問佢號碼，介紹唔到俾大家。不過咧佢哋嘅師傅個個都好有經驗噶，全部咧上咗年紀噶啦。因為咁大家有興趣嚟嘅，做完佢哋房間推油之後咧，出去大廳啊，同埋佢哋嘅大堂項目啦，唔錯噶。今集介紹水會去呢度啦，咁我哋仲有其他新水會介紹，下集再見啦。